今天教你最近超火的大米冰淇淋升级版，口感更好吃，做法也更加简单。首先把煮熟的糯米提前放凉，混合芒果、砂糖、椰奶一起搅拌均匀，倒进铁盘里面混合奶油，然后冰块里面撒上1把盐，能让冰块瞬间降温，把冰淇淋的做法更加简单，能让铁盘快速传递温度，这样搅拌300下左右就能做出冰淇淋的凝固效果，加上糯米的粘稠，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加拉丝绵滑。继续混合切好的芒果肉，冷冻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吃了，比外面卖的芒果冰淇淋还要香浓绵滑。最后配上奶茶爆珠，加上芒果肉，用十字刀切法装饰一下，瞬间就能做出高级甜品的感觉了。我不是赞恩，我哋下次再見。